来看台中公园的日月湖，搁再传出了意外，在今仔日咧有人去遐跳湖行地路，到消息认为讲，真可能是破病者来想袂开。市政府为着要防止类似案件搁再发生，去年6月有增加监视器，也派警方巡逻。民众和社福团体是认为，爱对心理方面支持，才当避免悲剧搁再发生。假日的台中公园有袂少游客趁休困出行行，也不过讲到地漂日月湖，搁发生有人跳湖，民众心肝内也是感觉加油加油。像我也有带小朋友来，也是不敢要让他们下去玩，因为也是怕说比较宁可信其有啦。去年甲今年伫遮传说有民众不明原因跳湖的事件，敢若今年就3层。最近互发现的是第29，是一个大约60多岁妇人人，家属讲因为破病真久啊，想袂开。警方讲，发生的案件内底老大人较侪，也若市府讲也来加强相关的议题，也佫有定定来巡逻。园区内也设有监视器，大概77只，相关监视器的画面都有借接到公园内的派出所，由派出所与本局合作协助监看。另外，有关公园巡检的部分，由派出所每小时定时巡查。市府讲，除了增加监视器的数量，最后周边也增加围栏遮相关的设施，也考虑运用这个 AI 科技预防的可能性。也不过，真侪民众认为讲，附近真侪老人住伫遮，加上遮位伫旧市区，暗时真少人来，也不过若要来真好找。老大人真可能因为一时心情无好，而想袂开，就可能一直盯着湖面看，然后就是又站得离湖很近的那一种人，可能就是需要多注意一点。小朋友当然也是要拉住啦。届龄退休或者是在65岁左右的，我们就会建议可以提早安排退休生活。那来转换自己的心情啊，然后也可以想想说，我可以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来丰富自己的下半人生。社福团体也讲，除了涉及面的防治，积极民嘛引导老大人适度释放压力，也佫有照由甲别人以及社会活动，找回自信心甲生活重心，尽力肯定自我的价值。也若边的人甲家属心理上的关怀甲支持，更加是真重要，才有法度避免真正发生相关的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